憤怒鳥殺到芬蘭了。想玩 Angry Bird， 以後都唔使親手整啦，因為首間官方憤怒鳥主題樂園嚟緊夏天就會喺芬蘭開幕。不過開發商 Rovio 就話，樂園入面唔會有 Angry Bird 真實版嘅射擊遊戲，怕傷到細路仔。但係就鼓勵大家做多啲運動，所以會有韆鞦、攀石場、瀡滑梯同埋旋轉木馬等等。遊客仲可以即場用手機 download 互動資料，將虛擬同現實世界二合一。鳥迷唔使羨慕啊！英國同中國嚟緊都會動工，不過 budget 有限，規模就冇迪士尼咁大啦。如果真係等唔切，就玩下呢個 Angry Bird 同 NASA 最新 crossover 嘅太空版嚟指下癮啦。